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恒優之謎講下標。今日又揾到幾隻標介紹俾各位標迷。第一隻呢就係芝柏18K 白金，星期日曆月份月相，全自動透明底，40mm 標徑，定價27萬，呢個優惠價係88,800，88,800。而另一隻呢，就係卡地亞，都係18K 白金，40mm 嘅標徑，全自動透明底，原價15,400，而家優惠價係78,000蚊，78000。而另一隻呢，就係昆侖嘅 Bubble， 全自動全鋼透明底，42mm 標徑，定價係58,300，而家優惠價係18,800，只需要18,800。而另一隻呢，都係昆侖18K 金嘅金橋，金橋係昆侖招牌嘅款式。而呢一隻特別之處呢，就係全自動嘅撞舵，全自動。一般嘅自動錶呢，個錶托係圓嘅，圍住隻錶轉嘅。而呢隻呢，係上下好似升降機咁樣嘅。條橋都係挑咗花嘅。咁啊，所有嘅零件呢，都係擺喺中間嗰條橋度。原價係61,560，依個優惠價呢係21,400。而另外一隻呢，都係昆侖嘅金橋，女裝嘅金橋，18K 白金雙鑽石，原價係39萬幾。依家特價13,900，13,900。而另外一隻呢，都係昆侖海軍上將系列，38mm 標徑全鋼，男女都戴得。佢有白色背帽面同埋藍色背帽面，12粒鑽石字，紅金針，個秒針尾呢，都係佢昆侖嘅 logo 嗰條鎖匙。咁佢有白色背帽面同埋藍色嘅背帽面，原價係70,200，依家優惠價呢係21,800，只需要21,800。而最後一隻呢，都係昆侖嘅海軍上將，都係38mm 嘅標徑，全鋼嘅錶殼，18K 玫瑰金鑽石圈，12粒鑽石，全自動透明底，38mm 標徑，原價係10,000幾，依家嘅優惠價係32,800，只需要32,800。有興趣嘅標迷呢，可以 WhatsApp 到6127-9284，6127-9284去查詢，或者可以瀏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或者 IG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次嘅分享，拜拜。